就不会遇见豺狼猛虎。形势不对，杨言，你可千万不要出现。完蛋了 ，Game over 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偶遇啊！灵儿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啦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演技太过了，免礼吧。娘娘，都说福源寺里面有一片荷塘，是必赏之景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？啊，这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齐胜已经怀疑见九王的计划取消。别担心，鹏鹏姐，您不是常教导我们要准备好 Plan B 吗？什么 Plan B？ 走。哎，皇上，您知道荷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？知道，芙蓉。这个都知道。皇上，您知道千瓣莲为何中珍品？皇上，您在听吗？这双花心的称并蒂莲，3个花心的呢称品字莲，4个花心的称四面莲，多个花心的称五子莲、绣球莲。皇上，灵儿，灵儿，杨言，皇上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灵儿不会水啊！杨言，救命！皇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！救命！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